幼見愛心公益行動舉辦邁入第6檔，活動發起人青果西施嚴佳瑩今年攜手議員陳一丁共同獻內，6號在台南市會舉辦記者會，邀請企業、社團以及善心人士共同響應。這一份愛心我想是結合我們要照顧農民而且關懷弱勢朋友，所以是我們透過這樣的一份愛心其實是讓給大家加倍的溫暖哦。那所以我們今年一樣這個文旦禮盒裡面呢除了有美味的文旦以外，我們台南在地產的美味文旦以外，還有我們這個 Panomaki 的餅乾哦，這樣結合一盒是700塊，那只要你買一盒，我們就幫你捐一盒給我們的弱勢的朋友。那總共我們的目標是1000盒哦。那我想也要很感謝我們發起這個活動的這個發起人，我們的百業國際交流學會，我們的創會會長我們的嚴佳瑩JoJo也謝謝他的發起。今年幼見愛心公益行動，更結合了知名捧店，一同將台南由捷龍山甲中秋祝福送到60家庭。在去年非常感謝我們的馬可先生特別說，JoJo姐，你的買一盒那個文旦怎麼辦？我說他就真的也是一起做公益活動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是文旦真的是量縮了所以非常感謝馬可先生說，那另外一半他來處理，所以那時候是用馬可先生的餅乾那今年呢，就那個我們的 Panomaki 我們的王董呢他就說，去年你是馬可先生，今年我来響應這樣的活動所以呢，我們在這一次的活動就是有我們的文旦一半，然後有一半呢是我們的日本的 Panomaki 的餅乾原裝進口進來的所以呢，我們這一次呢會享用到的是我們的文旦以及 Panomaki 的餅乾這次參與響應的單位包含百業國際交流學會、富美紙器、國際賽主會300億萬區、友聯、中山、延平、如意、金鼎、城中等賽主會，以及世界華人工商婦女協會大台南分會等，共同凝固文旦的送暖。但一定也呼籲國人大眾踴躍響應，你要一盒，用着各管一盒，以實際行動支持在地農民，和更多60家庭共享中秋團圓的溫暖。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